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沙田廣場分行陳小姐 Crystal。今日同大家睇一個咧沙田中心一個罕有嘅高層上車盤，咁一個新寧大廈啦，高層嘅 F 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實面積咧有297尺嘅，咁屬於呢個咧兩房間隔，咁業主改咗一個房，咁全屋都有裝修嘅。單位望翻個山景，層數咧相當之高層嘅開揚，咁望翻沙田廣場嘅景觀嘅。咁全屋都有裝修，我哋而家即刻睇下。一入到嚟大門口咧，就見到呢個客飯廳嘅位置啦。咁業主咧換過晒成間屋嘅地板嘅，咁換咗做呢個木紋磚啦，非常之容易打理。客廳景觀啦，望翻下呢個咧，咁望翻呢個收納空間嚟嘅。咁另外呢一邊呢，就係望到有一個咧雙人床嘅位置啦。因為業主都